扎西德勒，大家好，我是 Denzin Dendar， 欢迎收看丹达独豆的4分钟藏语教室。这一次我申请到了印度签证，然后从台湾飞往杜拜，再从杜拜转机回印度，目前已经回到4月，现在正在隔离中，过一阵子呢就可以回到自己的房间。那讲到出国，这一集我们就来学跟出国相关的藏语。出国离开自己的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去，所以国家藏语呢叫做 Ghé Khắp，Ghé Khắp，Ghé Khắp 就是国家。那外国藏语叫做 Chi Ghé，Chi Ghé，Chi 就是外面， Ghé 就是刚才讲的 Ghé Khắp， 所以 Chi Ghé 就是外国。说到出国，护照是必备的证件。护照的藏语呢叫做 Chi Ghé Lá Khét，Chi Ghé Lá Khét，Chi Ghé是外出的意思， Lá Khét 呢是证件、执照、证照的意思，所以 Chi Ghé Lá Khét 就是一本让你可以出国的证件，也就是护照。Chi Ghé Lá Khét。那在印度呢，因为也受到英语的影响，所以我们讲 passport 也听得懂。Chi Ghé Lá Khét。Chi Ghé Lá Khét。申请到了印度签证，签证在藏语叫做通签，通签，通是看的意思，签呢是抽签，就是准许、准证，所以通签顾名思义就是一张准许你入境看看他的国家走走看看的一张准证，所以通签就是签证。那一样在印度呢受到英语的影响，所以我们讲 visa 也听得懂。申请护照、申请签证，申请这个动作藏语叫做 shu， 还记得吗？ shugiin 那个 shu 就是一个请求的动作，所以通签 shugiin 要申请签证，通签实采印已经申请了 shugiin 实采印。好， shu 呢是现在式，实是过去式。讲到申请护照、申请签证，我们都必须要填写表格，填写申请表，所以申请表藏语叫做 Geng Sok，Geng Sok。Geng 呢是填写、填充、填满的意思， Sok 呢是纸张，所以 Geng Sok 就是一张要你填写资料的纸张，所以 Geng Sok 就是申请表格。那在印度有些时候我们会说 form show， 那这个 form 呢其实是来自英文的 application form， form show。 填写表格、填写这个动作呢藏文叫做 Geng， 就是 Geng show 的 Geng。 那现在式呢是 Geng， 未来式是 Gang， 过去式是 Gang， 那祈使句、命令句呢是 Kong。我们在入境印度的时候呢，在 immigration 做护照查验之后呢，会盖入境章。那我们出境的时候呢，会盖出境章。所以盖章那个章 stamp 藏文叫做 Teze， 或者是 Tamga。 Teze Tamga 都是指章。那盖章那个盖呢，可以叫做 Gyab。 好，所以 Teze Gyab 就是盖印章、盖章的意思。好，我们再来复习一次 Ghé Khắp，Ghé Khắp，Chi Ghé，Chi Ghé，Chi Ghé Lá Khét，Chi Ghé Lá Khét。 通签，通签， Teze Tamga， Geng Sok。好，以上就是今天的4分钟藏语教室，谢谢您的收看。下一集我们来学出国观光、旅游、朝圣、留学、经商等的藏语。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集见。扎西德勒。